主后2025年7月13日，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内省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下卷34章29节到33节。约西亚王派人调集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众长老，王上去上主的殿。犹大众人甲耶路撒冷所有的住民、祭司、利未人，甲所有的人民，无论大小，嘛拢上去。王就将伫上主殿内发现的约书一切的话读互因听。王徛伫伊的位，伫上主的面前立约，要全心全意顺坦上主，遵守伊的诫命、教示甲规例，实行即款册所写立约的话。伊互耶路撒冷甲便雅悯所有的人民拢答应遵守即个约，耶路撒冷的住民就遵行因甲因列祖的上帝所立的约。约西亚将国内一切可恶的偶像除去，搁互所有的以色列人拢服侍上主，因的上帝。约西亚活地下日，人民顺坦上主，因列祖的上帝，拢无偏离。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无论是搬厝还是起厝，人心中总是有一寡想法，要安怎规划设想？为什么要住伫遐？厝的空间要怎样安排？有啥物计划？装潢甲摆设安怎进行？然后照家己的理想愿望，找厝还是起厝？了后一步一步照蓝图进行，期待所住的厝是照家己的需要来造作甲设备。当然有远见的人也会想讲，伫几年后，还是讲20年后有可能的变化，事先就有留改善的空间甲后步。咱伫今仔日读历代志下卷34章到35章，也通看到约西亚王是一位敬畏上主、阁有远见、眼光的好王。这段也通参照列王记下卷22章到23章相关的记事。内省咱来看分段，第一段伫34章1节到2节，约西亚做犹大王。无论列王记还是历代志，拢介绍一个王的时会用真简洁一两句话，先评断讲这个王是好是歹，然后才讲到伊有做啥物代志，被认定是好王还是歹王。约西亚也无例外。约西亚的老爸阿文做王2年就受暗杀死，因为安尼，约西亚才8岁就做王，在位31年。约西亚做上主看做好的事，也就是行大笔的路，无偏左，无偏右，就是做一个正直的王。第二段是34章第3节到第7节，约西亚扫除偶像崇拜。历代志甲列王记的写法无共。列王记是先讲约西亚发现律法册，了后进行宗教改革。伫宗教改革中，用较详细的篇幅介绍安怎除偶像的经过。若是历代志讲约西亚先除偶像，然后发现律法册，才根据律法册进行改革。这个伫顺序有一丝仔无共。约西亚并毋是一做王就开始有大作为，迄阵伊才8岁，还是囡仔。毋过伫8年后，伫16岁时，
伊就开始展现王者的风范甲威严。伊选择遵照军队大笔的脚步，寻求上帝。佮经过4年，伫伊20岁时，先将犹太甲耶路撒冷遮个异教的偶像祭坛清除，洁净国内的信仰。佮再来，因为迄时亚述对北以色列的管控较松动，所以伊也将除偶像的行动扩大到北以色列的地区遮个荒废的城，希望圣地无分南北，拢会当重新圣化归主。第三段伫34章8节到28节，发现律法册。伫约西亚做王的第18年，也就是伊26岁时，迄时土地甲圣殿拢洁净了后，约西亚就派修建小组去负责整修上帝的圣殿。修建的费用，除了来自南国的人民以外，也有来自亡国后北国所剩的人所奉献的。当因伫咧整修圣殿的过程中，大祭司希勒家意外发现摩西所传的一卷律法的册。当然，摩西的律法册草本应该毋是干那一两册，总是放伫圣殿内的律法册，有可能是原本，也是比较古老的即个珍本，有伊较特别的价值甲意义。到底是完整的一册，也是律法册的一部分？圣经学者较偏向是部分的册卷。约西亚王听到即个消息，甲听完即本册的内容以后，拆裂家己的衫表示悲愤，佮派人去请示女先知何力代。先知的答复是：上帝的确会摒落伊的大受气，毋过因为希西家王伊有谦卑忏悔，所以伫希西家王要活地时，上帝并未降落灾祸。第四段是34章29节到33节，讲到约西亚王的改革。约西亚王伫圣殿聚集耶路撒冷的全民，将发现律法册的经过甲律法册的内容讲互因听，也带因甲上主立约，愿意遵守甲上主所立的约。伫约西亚要活地的日，全民对偶像全心一意，服侍上主，顺坦上主。第五段第35章1节到18节，讲到约西亚王带领全民守盘过节。像迄年，也就是约西亚做王的第18年，犹太历的正月14日，大约是新历的4月，约西亚照摩西的律法，带领利未人、祭司全民伫耶路撒冷做伙守盘过节。王甲大臣也真大方，奉献袂少的牲口做祭物，分送互人民甲神职人员。另外，遐个伫圣殿底值班做顾门的守卫工作的利未人，也有因的亲族利未人替因准备祭物。圣经讲，这是自撒母耳时代以来未捌有遮尔盛大的盘过节的节庆。毋过，这伫希西家王的时也有举办过盘过节的庆典。
可能约瑟亚的崩溃节庆典是比希西家时代的庆典搁较盛大。第二段是35章20节到26节，约瑟亚王战死。约瑟亚王虽然处理内政做了真好，毋过伊对国际局势甲军事战争的对立，可能比较外行，毋过袂敖假敖。当当时，埃及甲巴比伦两大帝国的势力相对抗，埃及王尼哥率领军队准备要去攻打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约瑟亚可能甲巴比伦有结盟，伊派兵要去阻止埃及的军事行动。若是埃及王成立后兵，先派使者甲伊警告讲，即种的战争甲约瑟亚和犹太是无关系的。毋过伊毋若听袂落，佮家己讨皮疼。伊执意去挡埃及的军队，结果伫米格岛平原，约瑟亚惨败，佮着重伤，转到耶路撒冷，也是伫路中就死。人甲伊埋葬伫大鼻王朝的墓。伫遮出现先知耶利米的名，伊有为着约瑟亚王写哀歌，毋过即本的哀歌并毋是藏伫圣经内面的哀歌，因为旧约中的哀歌并无讲到约瑟亚王的代志甲哀悼。约瑟亚因为战死，所以只有干活39岁。即个好王英年早死，实在是真无彩。对历代志下卷34章到35章，咱通对遮学习到甚物？第一，咧讲到着趁少年信靠主，趁少年信靠主。讲实在，活伫富贵的帝王家，并无甚物款通好欣羡的。咱看约瑟亚王，伊出世伫王室，伊阿公马西少年到老，拢是做歹王，甲国家甲人民变甲害溜溜。甲在马西去互亚述王掠去巴比伦，电甲金死时，伊有悔改。毋过伊的歹也大大拖累国家甲人民，互子孙遭受恶报。约瑟亚的老爸阿文也毋是甚物好命善类，结果做王2年就互人暗杀死去。8岁的约瑟亚伫即种家庭环境出世甲成长，照理讲，应该伊心内也有真大的阴影。老爸死，互部下暗杀，也可能会互伊对人无信任甲惊惶。毋过，约瑟亚伫伊幼小的心灵却立志，要做一个学伊的祖先大笔，成做上主看做好的王。伊安尼立志，伊也安尼实践，也诚侪带领国家甲人民行往幸福的王。这对咱中间少年人，也是有少年人的家庭，是一个激励。传道书12章第1节则讲，着伫少年的时纪念创造你的主。保罗也勉励少年的提摩太讲，毋通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着伫讲话、行做、疼心、信心、纯洁，做信徒的模范。提摩太前书4章12节，约瑟亚是自少年就信靠主，伊也
为主热心敬拜服侍主上帝，持续到伫一世人，这逐日做模范来学习。第二，伫遮咧讲到着用上帝的话做改革的根基，用上帝的话做改革的根基。咱犹太伫希西家以前，也有几波的宗教改革运动，亲像15章有亚撒王，19章有约沙法王，23章有祭司耶和亚大，29章有希西家，因拢有做过宗教改革甲贡献，甲对上帝的信仰忠实传扬落来。每一次的改革拢是咧对抗腐败、异端以及偶像崇拜，是激烈的战争，也是属灵的征战。总是腐败、异端甲偶像崇拜，也亲像是挽袂掉、除袂尽的野草，挽袂完、扣袂了，一再生炭蔓延。毋过，伫每一遍的改革，也拢带来新的愿望甲复兴。约西亚王时代的宗教改革上大的意义，就是有发现律法册，佮活用上帝话做宗教改革的基础，带来国家、民族、社会新的复兴，也延长南犹大国立国的寿命。对咱来讲，基督教是伫10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对天主教会独立出来的新教。尤其咱天主教会也自称是改革中，是不断需要改革，也要伫咧改革中的教会。改革中就是高举圣经上帝话是做咱信仰唯一的根据甲基础，这是改革中的教会信仰的根基。也因为安尼，咱爱好好读圣经，认捌上帝的话，上帝话安怎对咱讲话教示，也互咱遵趁上帝的话，生命得到丰盛，也得到上帝的祝福，恩典满满。第三，伫遮讲到着洁净，也就是除偶像爱对咱家己来做起。最近这个丹尼斯洪台对咱台湾布袋上陆，后来对新竹出去，然后佫势对中国，佫靠倒平向西。无论伫咱的嘉芬南，也是中国的西南几省，也拢造成袂少的灾害。总是我也伫某两个基督徒的赖群组顶面看到有人伫传南昆生大天父庙的牌楼倒落去，写讲哈利路亚俄罗主，也有人咧讲。西海岸因为拜偶像真严重，所以上帝用风台来洁净西海岸，西海岸也要复兴。另外，也有我所熟悉外教派的牧师咧讲，对教会参与伫大罢免活动，会受上帝大大受气刑罚，因为即次的大罢免，后台大绕境就是用。这个宫庙绕境的方式在进行的。针对这个真少数偏激宗教分子，我咧想，我所信的上帝一定是甲因的上帝是无共的。主耶稣讲，上帝出日落雨，互好人也互歹人。风台是天然的灾害，所以也无分你是基督徒毋是基督徒，毋是
甲咱无共信仰诶人才会去拄着。咱也有袂少诶教会，甲伫灾区诶信徒也受到灾害。上帝是公义诶上帝，若假使强庙诶信徒也行公义好人民，这是上帝所欢喜诶代志。大罢免会成功袂成功，尽力去做，其他就是交代互上帝。圣经中得讲，拜偶像会做，一般是咧指以色列人离开上帝去拜偶像，得罪上帝。伫新约中，也是讲教会传统是咧指基督徒离开主去拜偶像，背教会做。咱来看保罗伫满城偶像诶雅典城，也用介绍因毋捌诶神，用即个来传福音，也是伫约所拄着阿底米女神，迄个大本营，伊只是干那传扬耶稣，也无亲门大户去批评谄媚阿底米是撒旦邪神。咱若读圣经，应该爱了解洁净圣化，通常就是对家己先做起。尤其这是利未人，也就是咱今日咧讲诶牧者甲长老执事，爱先洁净家己，圣化了后，才会当参与伫服侍诶圣工。以色列人民也着爱先除掉偶像，悔改圣化，圣洁家己，才会当专心服侍上帝、敬拜上帝，了后才会受上帝诶祝福。也愿咱重视鼓励少年人趁早认捌主、听主、得到主诶疼痛，也互上帝话成做咱日日生命换新、改革成长诶每日能量甲气力，也互咱省察家己，清除咱心中种种诶偶像，诚做圣洁为主所用，来做逐项诶好事。咱做伙来祈祷。主啊，爸爸上帝伫最近诶即个风台，也造成阮台湾伫即个分家南真大诶损失甲灾害。阮嘛伫主诶面前求主，也怜悯看顾伫遮诶灾区诶所在，会当来重新得到复原，会当使用工商各自安定。阮嘛伫主诶面前，阮着爱悔改家己，因为阮往往掠做家己是圣洁诶，是主你所欢喜诶。毋过阮无先省察阮家己诶内心所想所讲所做，是毋是有合主你所欢喜？求主帮助，互阮也用圣经来诚侪一切改革诶基础，也改革是先对阮家己来做起，伫你面前献上恳求祈祷，靠耶稣诶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诶，就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永远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